台湾是一粒自然生态真澎湃的岛屿，四界拢有真侪古水佮趣味的生物，咱毋免走足远来当看到因，会使讲因就住伫咱的厝边。今仔日有3只细尾虫，要甲带路虫阿婷做伙四界趖，咱即马就斗阵来看卖啊！今仔日因会找到啥物？你来哦！我咧找一寡海边内底的物件，你要来看无？我无法度过。好，安尼我过来。你看，我头拄仔有找到这，你要片看卖无？够人知这啥？海皮。海片、海草。还是你片看卖啊？你片看卖？片哦，你感觉伊是片哦？青色的片。你片看卖？还是你要食看卖？你看，我教恁看。是种海味呢，咸咸佮脆脆，小可甘甘。咁样试看卖？我袂食。我不爱，我你敢有食过这种物件？我惊人用你遐头放尿。你惊人头放尿哦？今仔日吼来遮就是想要带恁去看海边的物件。啊，以前的人住伫咧海边啊，因就是食海。恁等下会当找看卖有啥物恁感觉会当食的，吼啊，咱来捡倒来观察看卖。今仔日一人分一个裤仔甲叶仔，好，安尼我家己摕，我好，叶仔你当家己来。OK。因为当然用白哦。OK， 行 ，Go Go。台语有当然拢讲这叫海饼。安尼水若无去就哦，多只。要去大只只嘛。搁要抓无？好。我家己食我我伫石头底啊。这两种就不讲。哦，你这边。好，第二只只嘛。咱等下要来找一寡可能会当食的物件。啊，恁讲知影？这是安那有一窟一窟的水，是安那有水窟啊？上头的时阵。哦，你讲是讲伊涨流水会起来对无？啊，所以咱伫咧海边吼，就是拢会当去找这种退流的时阵。啊，海水流落来，咱就会当伫内底看到。这个较过破去啊。我破去啊，我嘛捡到一粒。哦。我即摆捡的是雷甲雷卡。雷甲雷卡啊？哦，我甲海菜整理。你敢有看过这？伊叫蹦机雷，啊，伊这会当食哦。阿弟，我无知了。嗯？海胆卡。你感觉伊的脚像啥物？有四只。你感觉像海青哦？我睇因两个拢有一只了，我家己分。是哦，啊，你刚才伊叫啥名？牙缸。啊，伊的脚吼做成咧牙缸无毋对，所以有人叫伊海牙缸哦。啊，你感觉伊是要共啥是无？哦，伊其实是保护伊的身躯伫咧石头下底。啊，伊的脚伸出来吼，若是有一寡食物浮去边仔落落去，伊会随伸出来甲伊包起去哦。你若是用手甲伊摸，伊会揪断伊哦。你看，伊手随过去，手伸伫咧外口就是咧当食物。你看伊甲包起啊。对，伊甲海青是亲情，啊，毋过因比海青吼较溜咧，伊每一只脚拢会当行足紧的。你挂手拢敢摸会出来？擦吼，啊，佮粗粗。啊，所以因其实就是靠这吼咧保护因家己。大家拢做介意海牙缸的对无？你会当甲手拢拔落来，啊，用手摸看卖伊的。重要的我拄则甲伊放伫这。哦，真正重要的呢。住伫遮的生物足辛苦的，除了爱对抗盐分，靠流的时阵，佫会互日头晒甲足热。所以海平生物拢有保护家己的秘诀，有的有壳，有的身躯粗粗擦擦，有的无水的时阵会揪起来。这拢是因保护家己，莫打去，莫互人食去的方式。我真啊。啊，这两只敢有共款？
不讲。无共吼，即种是四角形的。哦，啊伊的两支管较细支，好，啊你即只咧？感觉是个点。伊的管较高对无？啊身躯较圆。恁会当摸看觅啊，即只金仔甲恁头拄仔有啥无共？啊，你轻轻摸，莫大力甲定哦。金仔甲虾仔因拄脱壳的时阵，因身躯就是搁做软的，你会当摸看觅。你看这就是你头拄仔捡的壳啊，啊即种石蚵仔伊拢会黏伫咧即种石头顶悬。这是一只死去的蚩仔，啊恁头拄仔掠的这拢是因住咧海边的人吼，拢有可能会起来食物件哦，就是咱讲的海产。海产，对，咱头拄仔讲要找海味对无？这就是因的海味哦。这种海胆是较无毒的，啊若是迄种乌色的迄种吼，这是海胆的壳已经死去啊，啊无咱一般是看到伊拢长长对吧？因为每一种种类无同，伊有的海胆的刺做插的，啊有的海胆的刺较无遐尖。要食较方便哦，就像恁头拄看的海牙缸，啊个海青，吼，伊拢有一条一条的辐射型的物件。啊，咱等下要找一个，互恁会当比赛，啊，恁头拄仔拢加减拢有人掠到的。啊，毋过咱等下要去沙坡迄个石头顶面找，莫找水内底。啊，恁物件摕咧，咱要来去找架生啊，哦，咱要去找路人的架生啊。恁等下会当拣较侪只的，啊，恁摕一两只出来，咱来。耍一个游戏，比赛，嘿，一个小小的比赛。好。啊，恁等下拢捡好的时阵，甲我叫一个。好。哦，因为我有，我有炸物件要互恁看，所以恁等下捡好先甲我叫哦。好，行。找无，路人的就歹找。这也敢有啊？我搁找到一只。这只是毋过伊拢袂出。我哪会这么厉害？我甲你大家手机就会。伊较无胆是无？对啊，你看，我捡到3种壳，这种就是本基路的迄种壳。因细汉的时阵，甲迄金仔同款，拢是浮伫咧海内底。啊，你遮有本基路的壳，这叫啥物？小酒类的壳。啊，搁有这猪类的壳。你嘛有红卡的？我就是这样。哇，恁刚才架生啊，伊的身躯生啥物形？这你敢有看过？这哪只？这架生的模型，啊，因为因伫个壳，因其实是用因的巴肚，甲因的壳卷掉的。哦，啊，所以伊若是要换壳的时阵，伊就会甲伊的巴肚，啊，伊就有一个弯弯的巴肚。虾仔的巴肚是毋是足长的？啊，有壳。啊，金仔，恁头拄仔看到迄金仔，是毋是伊拢会砍咧遮？迄其实嘛是伊本地买溜的一部分。哎呀，你看伊即马惊到无要出来吼，海边仔的阿嬷甲我教讲，你就安尼，会知道你看，啊走出来，啊伊就感觉讲，那小小，啊我就走出来，囥咧即边，啊看送的先走到即边，1、2、3。我的上紧。哇，你的第1名。我的无要。我的第2。恁刚才因换壳的时阵会安那紧壳，伊会甲伊的迄支夹刀吼，迄支夹啊，摕出来甲迄个空的路来比。伊若是伤细，伊就带袂入去，所以伊就会紧较大，啊，就甲伊的巴肚抽出来，啊，紧换入去新的壳。有真侪海洋生物看起来水水佮软正，像这种神秘佮罕见的海神海麒麟，伊会对流水世界去，常常会甲这2种伊上爱食的毒海体做伙出现。食落去了后，佫会甲海体的毒气留伫体内保护家己，所以若是好运伫海边看到因，千万唔通用手去摸哦。咱头拄仔，咱拢伫咧边仔咧捡物件对无？啊，以早住伫咧海边的人吼，因讲迄叫做徛山，你敢知啥叫徛山？唔知。因为因若是伫咧海底看吼，伫海面看岸顶的物件吼，伊只要有吐出来的物件，因拢感觉迄像迄山同款。啊，咱会当试看卖啊，伫水底，就是恁会当密水还是畅水，恁敢会晓？敢会晓进开？会晓。我分一寡计时互恁哦，咱等下恁会当用这网啊，安尼恁家己来摕恁的目镜、恁的装备、恁的畅水网，咱嘛是加减爱用手笼，较袂去挂着手，已经退甲足大，啊，搁过差不多5、6点钟，水就会慢慢啊淹起来，所以咱即马落去。是适合的时间，恁找一寡有开无开，还是软烧烧的迄种。
我来走，我过来。这是有人讲海什么海松还是海参，拢有人讲着，伊甲我的手龙的在一块做成的，你要摸看卖无？啊，恁敢知影海松？因为水底最重要的，恁敢知影是安怎？因拢会去食迄沙底的物件，是会当甲迄沙啊拢过滤，啊所以迄沙就会较清气。啊，这是落咧，因妈妈吼咧生卵的时阵，伊甲迄卵甲沙淋做伙，啊伊就变做安尼一站一站。伊做成迄咱咧食迄种派，你看安尼一站一站，三站，这是啥？海牙缸。做成迄海牙缸的对无？啊，毋过这是伊的亲情哦，头拄仔有甲恁讲过。这是伊的亲情，这就是海青。伊这本底吼，就是甲恁头拄仔看的迄海牙缸共款，伊是5支骹的。啊，毋过即只长去啊。啊，毋过因最厉害的就是因会有法度搁生出来。这种鹿咧，玻璃。华语有人叫宝梨。这古早吼，伊会当摕来做钱呢，你敢知影？以早的人啊，还袂有迄种铁啊，还是人啊，迄阵吼，因就是用这会当去。去海边去啊？因就是去海边仔徛，因就会当做钱。好，安尼咱等下去岸顶，互恁捡咱海边仔有的物件，咱来摆一寡古水的物件，也是水水的物件，好无 ？OK。好，行咯。海星拄着危险的时阵，会甲家己的挽石切互长人讲。这个时阵，毋但本体会使搁发新的挽石，长去的挽石若无互人食去，嘛会使化做一只海星，一只变2只，再生的能力足强哦。我伊的物件就是唱水